我们说搓把戏，搓把戏，什么叫做搓把戏呢？其实这在客家的意思是耍把戏或者是做把戏。演出者呢是以客家戏曲、杂技等表演来吸引人潮聚集，也借此贩卖商品赚钱为生。早年在客家庄是非常流行，不过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，搓把戏就逐渐没落了。而今天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拜访的是在国内硕果仅存的搓把戏大师，今年高龄85岁的林秉焕。鼓声响起，现场气氛立刻热络起来。搓把戏大师林秉焕已经完妆，准备粉墨登场。这前奏代表好戏即将上演，观众准备好了吗？穿上戏服，跟那音乐扭腰摆臀，看不出来眼前这一位国宝级人物已经高龄85岁，却依然能歌善舞。搓把戏是他的强项，指的是以客家戏曲或杂技等表演，也借此贩卖商品赚钱为生。说到这儿，先让时间倒转，回到228事件那年代，大环境混乱，他被情治人员盯上，求职四处碰壁，只能靠搓把戏为生。那一年他才20岁，做工又没人请我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总要吃饭啊，所以我就想了排江湖。一场人生意外扭转他的人生。他说自己是天才，搓把戏也因为他打开知名度。我一开这个白江湖，就是我自修的，看了人家一言一色，我就会了。无奈的是，民国58年开始，电视盛行，人们不再看搓把戏，舞台少了观众，林秉焕还是坚持演下去。这几年我尽量把我会的传承下去，不然的话，我敢大胆的讲，你像我亡生以后。这个客家民谣的那个传统的真正的三九彩家戏就绝传了。尽管年事已高，身材瘦弱，但他守护客家文化的心比任何人都坚定。锣鼓点出欢乐气氛，三叔公登场，近一甲子搓把戏的功夫紧抓目光。就算台前只有一个观众，林秉焕坚持传承客家，坚持守护感动时刻。